新竹市培英国中为着要互拄考煞、会考拄考煞这学生心情放轻松，举办真趣味的投照比赛。学生就爱摕用过、写过考试卷来做材料，运用力学也有一寡物理知识来做投照器。大家来比赛，看谁牵较准、牵较远。比赛进前，赶紧利用时间，甲投照器调整互好势，比比看卖啥人的会当弹上远、弹上准。真足甲看，学生使用的器材竟然拢是用过去写过考试卷摕来做材料做出来的，实在真趣味。我们的设计呢是先用废纸的考卷，然后把它卷起来、卷紧，之后再用橡皮筋把它串起来。而我们这个设计呢，就是要把它底部做的比较稳一点，所以把它卷得比较厚。历史课的时候，老师有介绍一下古代的投石机的设计方式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还学会了团队合作，如何大家一起组装一个东西，进行引导，然后让学生进行发想跟讨论，由他们针对他们各自的能力去进行兴趣的分工，然后合作去讨论出，比如说赛制跟各班的游戏规则。为着让学生会考煞，心情会当放轻松，新竹市培英国中特别举办趣味的活动，让学生利用写过考卷配合过去上课捌学过知识来做投照器，更让学生家己布置比赛场地。自主学习的课堂中，他们就会比其他学校更快的可以掌握自己在自主学习的时候，我需要什么工具，那我需要如何团队协作，那我需要如何去安排我的时间。这个活动里面让擅长体能的学生，他可以好好的挥洒自己的汗水；那擅长画画的学生，他可以去布置整个教室的情境；那善于思考的同学来规划比赛的赛制；那善于手作的同学，他可以创作自己独特的投石器。学校讲透过活动，除了学生培养团结合作的精神，也希望学生在毕业进前哪算哪学，会当留落来珍贵的回忆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